嘛是上新的消息，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今仔日证实讲，伊和郭台铭讲合作的代志的时，郭台铭叫伊做伊的副手兼做行政院院长，也阁讲郭台铭甲他做一任的总统就好。啊，那郭文德是回应讲，伊想要甲任内先做好圆满，咱做伙来听郭文德下早上新的讲法。没有啊，其实我倒觉得其实这也是我想很久，你知道，其实把台北市做好，你知道吗？让这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能够很根深蒂固，然后搞不好对整个台湾长期的历史发展影响更大。那老师，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你不适合当行政院长？因为当行政院长也可以把台湾的文化给改变。不是啊，现阶段，其实我现阶段还是把台北市做好比较重要。我发现我每天早上7点半在讨论的、在处理的东西一样一样处理。我觉得这样做下去，真的把这个时间做满，对整个台湾的影响会更大。像你在广播上面提到，就是郭台铭有开了一些，比如说要你当副手或副手兼阁揆，甚至说他只要当一任，你是为什么会拒绝？认为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讲话都不可信吗？不是啊，我常说政治最理想还是理念的结合，或者说大家有共同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喜欢说政治变成混账政治了，这不是我们期待的台湾新政治嘛。而且我对整个台湾的历史研究过，你知道吗？你说这种，我觉得常常这种常常现在讲一讲，3年后4年后情势又变化，所以我常常说，这个人家说轻诺则寡信，所以对我来讲，我很不喜欢是那种跟人家去讲什么条约的什么，所以一旦做了就一定要能够做得到才去跟人家讲，这个英文叫 keep promise 嘛。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样的，我以前听说那个李登辉答应过林洋港，后来也是没办法，有时候这个叫什么一时的局势，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政治最好还是理念的结合，不是这种混账政治的，因为大家对台湾的现阶段，或者说在短期的未来有一些危机感，要怎么处理，这才是大家要去思考的。所以基于这个理念来合作是比较好。但上台有可能为了理念牺牲吗？因为感觉郭科配的胜出是比较大的，因为郭科和甚至不一定能够打赢韩瑜。那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事实上，从目前的数据看起来，三卡度就是说大概3分天下，还没有说哪一边是绝对的赢这个，所以每次说民主政治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所以这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说它是一个在一个3分天下局面下是一个良性的竞争，而不是大家都开始弄上开始容易了，开始那种负面选战。我还是觉得负面选战对台湾长期发展还是不好的，所以在目前这种3分天下局面下，你知道吗？那大家去提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那让台湾从往好的方向去前进，这样是比较好的。市长，你拒绝这个条件之后，郭董的反应是什么？不会啊，一开始没有这个，至少他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没有啦，我称赞。可是他觉得你跟他所认识那一些国民党人不一样。我本来就跟大家不一样啊，这个不然。还有我讲那我还是过我的生活的，我觉得每天就这样做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认真做这样就好了。我很不喜欢过去那种你好像在混账其实老实讲我后来想一想的，人你去污那么多钱干什么一定也花不了所以过简单的生活就好了。你说谁去污那么多钱？不是啊，我说很多人要去赚一大堆钱没有什么用赚那么多钱干什么？所以真的我发现。好吃的东西，不好吃的东西，吃70块跟吃2万块的还不是一样。像礼拜天的见面目前对方郭正宇说顺其自然，但让你们的桃园，大家戏称的桃园3结义有可能破局。人家都说顺其自然，就大家一起顺其自然就好了。所以就是一起会见面吗？一起见面。应该这样讲的，一起顺其自然。所以到时候是确定会见面。我也不晓得我现在怎么跟你讲说好像一定会，我的态度也是一样，对了，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嘛，最后就顺其自然。但如果大家想的话，因为三方顺其自然听起来不是很有积极的意味。没有啦，是这样，我刚才说的事件的东西
自然就好，自然就好。我发现顺其自然这个名词还用得不错。这样你的政党支持度啊，目前是已经比时代力量还要高，是已经到了第3名。你看啊，时代力量这一阵子哦，哇，这样退党，我觉得哇，那边安内，我这样的这个成住坏空，你知道，本来就生老病死，意思说每一个企业都会，不过这样的，它只是最近比较乱了，但是一样嘛，有时候也是就突然就复兴起来，什么都有可能嘛，所以每一个团体总是会遇到困难，然后都不老实讲，他们一下子什么连党主席都跑掉了，他现在党主席要换谁，我都不晓得。这样，那你现在觉得王金平是狐狸吗？不是啊，是在吧？他们在开玩笑说，你们一只狮子，一只老虎，那王金平什么？我都想老半天。我对王金平的印象是这样，他是台湾现代史的活字典，你知道？他差不多近代40年，而且个子小小的，你知道哦。然后但是从他个子小小的，而且我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会对整个台湾的现代史、现代史几乎他，我每次遇到他都说，你赶快写那个口述历史回忆录，这个他几乎就是整个台湾的历史的，他几乎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这实在是厉害，活字典呢。所以说他老谋深算吗？他老谋深算吗？新城被强拆。这也是我们要检讨的，你知道哦？我觉得这个，反正这种内部会在做检讨的，就是说，如果有大湾北段哦，有内湖5期，那怎么有立贤路？这种台北市这种大规模违法的建筑物，这真的是我们这一点我自己甚至要检讨。我跟他讲说，大湾北段还可以赖给马好前朝，你知道？这立贤路整条路都是违章建筑，我说这个我们实在是太丢脸了。我说。这个我们内部还在检讨，就是说，我每次说法律是给人民遵守用，不是给人民参考用的所以法一旦定了就要遵守如果执行上有困难就要修改，而不是定在那里，让大家也不遵守，所以最后搞到最后变成什么呢？有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的才有关系的。我想这个案子我们内部会做深刻的检讨，这是我认为这是我当第一任台北市长的一个很大的。英文叫 stigma 叫污点就是说，你不每次在强调法治吗？在你的治理之下，什么整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违建你不要写你，所以我觉得不管从都发局到建管处，这个是我们一定内部会做个处理。这样蔡董事长到底要你说什么？韩国瑜，你最后再问。韩国瑜说他一天批了韩国瑜一天批了10件公文，你一天批多少公文？我的批公有很多种，印章盖下去只要0.2秒10个盖完2秒就结束了。所以重点不是去盖几个公文，是什么样的公文嘛？还有到底有没有看嘛？我倒觉得这个不要再去，我觉得这不重要的，还是这样 outcome 决定一切嘛，就是结果决定论就是我们还是给人家一个时间去证明他的 outcome 嘛，结果。所以蔡董事长跟你亲民党说你要阻挡都没有跟他们讲，他们现在9月不排除推出自己的总统参选人。这个参政是人民的权利第一点，我跟你讲，我们这次什么阻挡，这时候以后真的要写一本这个创党乌龙记反正是这样的走到这里就走到这里。不过我们第一点我们要阻挡，也不要去跟其他的政党报备嘛，这个也没有道理每一个政党如果他有资格去选出他要推出他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那在合法的情形下，那这也是他的权利嘛。所以这个我都没有什么评论。回答不出来要收回吗？碧如姐现在确定是不分区的第一个吗？回答不出来要收回的话吗？你们作为红媒又不是我跟你贴标签的你喜欢，然后你喜欢的我就每天贴你。我跟你讲，你被贴上红媒，这是我跟你贴的吗？拜托，是全国认证的嘛，对不对？那我要问，等一下我要问，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打迷糊这样是说自己不清楚就可以打迷糊这样了吗？指控不是要有依据吗？市长你的良心呢？